Hello， 大家好，實況好波，今日嗰時係 Gary 啊。出街之時係11月29號星期六嘅日間時間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兩單嘅足球新聞啊。呢兩支球隊咧分別係拜仁慕尼黑同埋車路士嘅。咁啊，不如先講下咧就係關於拜仁慕尼黑啦噃。拜仁慕尼黑啊，啱啱喺週中嘅歐聯賽事1-3輸咗俾阿仙奴啊，係佢哋今季咧首場嘅敗績嚟嘅。咁啊，當中啊，其中咧第3個波亦都係憑住佢哋嘅老將紐亞係突然之間衝出嚟，結果咧就送咗個空門俾對方嘅馬天尼利射入。咁啊，呢個老將咧就犯錯，不過拜仁喺近期啊，似乎咧都要積極同另外一啲啊年紀都係稍大、比較成熟嘅經驗戰將咧，可能要傾續約。不過呢一位咧就唔係紐亞，就係哈利簡尼啦。哈利簡尼有機會再同拜仁再繼續咧係上陣多2年喎。嗱咁啊，因為咧依家呢一刻嘅哈利簡尼就32歲，咁啊其實唔經唔覺啊，佢由23年嘅夏天加盟咗拜仁慕尼黑之後咧，已經係去到2季半，合約咧將會去到26年嘅暑假就會完㗎啦。咁啊，佢嚟到拜仁之後咧，效果可以話係立竿見影啊！如果咧去到呢一刻嘅話，總共係為呢個拜仁慕尼黑上陣咗115場，入咗109球，幾乎咧係唔需要調整啊或者融入嘅時間。除咗入球數字之外，更加咧有好多嘅助攻啊，可以咧係俾到唔同嘅，例如之前嘅桑尼啊，一樣嘅傷嘅穆斯亞拿，甚至咧就係依家佢比較夾得多嘅基拿比咁啊等等嘅小將。咁啊，其實咧哈利簡尼啊喺拜仁嘅重要性不言而喻㗎啦。咁所以既然咧佢嘅合約去到26年嘅夏天就會約滿嘅話，咁所以拜仁咧依家就有傳啦，佢哋1月就會同哈利簡尼傾續約㗎啦噃。點解要1月嘅時候就傾定續約咧？因為哈利簡尼其實咧都已經備受歐洲嘅有2-3支嘅豪門啊係 hold 住咗㗎啦。咁啊，首先咧就有西甲嘅巴塞隆拿啦。因為佢哋本身嘅射手利雲道夫斯基合約同樣係去到26年嘅暑假就會約滿㗎啦。其實咧喺上季嘅季中嘅時間已經有講過利雲道夫斯基啊，咁咧係佢當時咧就已經傳緊會唔會係25年嘅暑假就會離開巴塞隆拿咧？咁但係佢當時就澄清咗，佢一定會踢到去26年，履行晒所有巴塞嘅合約，佢先至會考慮離隊嘅。咁但係如果消息咁樣講嘅，當時佢咁樣講嘅話咧，即係都幾可肯定啊。咁啊，利雲道夫斯基咧去到26年嘅暑假咧就會離開巴塞㗎啦。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巴塞固然要揾翻個級數相當嘅中鋒可以頂替啊利雲道夫斯基嘅球隊呢個地位咯。所以一直都近期係有傳到巴塞隆拿希望可以簽入哈利簡尼嘅。而另外一個 option 咧就係熱刺希望咧就揾翻哈利簡尼愛回家喎。當然啦，喺2季半前咧，佢哋將哈利簡尼賣去拜仁嘅時候，係收咗有轉會費嘅可觀嘅收入。咁啊，但係3季之後，咁啊希望咧就動之以情啦，令到係哈利簡尼可以翻嚟曾經佢出身嘅母會啊，就係熱刺，咁啊免費加盟。帳面上面咧係熱刺係肯定賺㗎啦，而且實力上咧頭先都提過，哈利簡尼去到而家呢一刻喺德甲裏邊可以話叱咤風雲啊！115場入109球嘅各項賽事，咁啊更加上季咧幫呢個拜仁攞到德甲嘅冠軍，有埋呢個冠軍嘅經驗啦。咁啊，而且熱刺嘅球迷亦都係仍然好愛戴哈利簡尼嘅。見到咧喺一啲賽前嘅友誼賽嗰度已經見到哈利簡尼翻嚟同咧就係熱刺嘅前球員同埋球迷咧，仍然都係氣氛相當融洽嘅。所以亦都有傳啊，喺嚟緊嘅暑假咧，希望啊熱刺咧就希望可以將哈利簡尼係免費收歸旗下。咁啊，既然係咁，已經有唔少嘅豪門，包括係歐洲最頂級嘅巴塞隆拿，亦都有動之以情出身嘅球會嘅熱刺。咁所以拜仁咧都不敢怠慢啦。有傳嚟緊1月咧就會同哈利簡尼續約嘅。咁啊呢個咧當然要傾啦。不過問題係拜仁咧又唔希望俾太長嘅合約哈利簡尼喎，因為咧據一啲報道所講咧，應該咧就只會提供一個1至2年嘅合約嘅啫。佢哋認為啊，如果哈利簡尼咧喺拜仁留到35歲嘅話咧，佢哋有擔心係哈利簡尼到時會唔會走下坡咧？咁所以咧盛傳嚟緊咧只係開1至2年嘅合約。咁所以咧去到1月嘅時間啦，拜仁能唔能夠同哈利簡尼可以續到約咧？似乎個關鍵咧係嗰個合約嘅年期啦。咁啊，因為啊如果以巴塞咧就係簽利雲道夫斯基嘅之前嘅經驗嚟講咧，
巴塞咧係有機會可以提供一個長少少嘅合約，而且佢哋咧亦都係可以係吸引一啲當打但係年紀已經年過30嘅球員咧，佢哋嗰個容納空間咧，似乎比拜仁更加大喎。但係拜仁咧喺啱啱1-3輸俾阿仙奴嘅賽事，亦都開始有啲新星冒起咗啦噃。當中嘅連拿特卡爾啊，亦都咧係曾經射破阿仙奴嘅大門，已經咧有啲新鋭嘅力量上緊嚟。不過呢位卡爾就係打右翼嘅，所以咧未咁快動搖到哈利簡尼嘅位置。但係嚟緊係拜仁同哈利簡尼嘅續約，其實表面上好似理所當然，但係亦都未必一帆風順。除咗面對係歐洲豪門嘅挑戰之外，拜仁亦都要考慮嘅就係你嘅年期同哈利簡尼希望心目中可以效力嘅年期又係咪一致呢？ OK， 好啦，咁講完咧就拜仁慕尼黑同哈利簡尼續約嘅事件之後咧，跟住咧就講車路士啦噃。車路士咧亦都係啱啱喺週中嘅歐聯啦，擊敗係呢個另一支豪門巴塞隆拿嘅。但係佢哋嚟緊要面對係呢個倫敦嘅打比兼英超榜首大戰阿仙奴啊！車路士有咁大嘅挑戰，不過佢哋嘅球隊表現逐漸進步，而且士氣十足。安素蘭迪斯更加話陣中其實有一個秘密武器可以對付阿仙奴喎，究竟係邊一位呢？嗱，先講講咧，佢哋喺週中3-0擊敗巴塞隆拿呢場波咧，可以話極具說服力啊！嗱，首先3-0呢個比數咧已經嚇咗大家一跳噶啦，冇諗過巴塞啊，一支歐洲3大豪門嘅球隊，竟然係作客史丹福橋咧要吞3隻光蛋。當然啦，因為咧係去到半場左右嘅時間咧，就係阿盧祖已經係2黃1紅啊，令到巴塞隆拿打少個球員啦。但問題係喺未出現呢個紅牌，仍然11打11嘅時間啊。基本上咧，開波嘅頭嘅22分鐘咧，其實車路士已經食咗2鋪嘅炸糊噶啦，都係因為越位，所以俾 BL 否決咗嘅。所以咧，如果你咁樣睇嘅話，車路士不單止係分數佔盡優勢，人數係打多個啦下半場，更加令到巴塞反魂乏術。但係如果計11打11嘅時候，車路士亦都咧係展現到佢哋嘅主場氣勢，更加有2鋪炸糊啊！意思即係車路士呢場波贏得相當具說服力喎。頭先都提到啦，喺呢一場波裏邊啦，3個入球咧，其中咧係艾斯達華呢一個係個人表演式嘅入球啊，令到大家讚歎不已啊！兩個人中間穿出嚟，腳法細膩，跟住去到窄位，用佢唔純熟嘅私家 Q 右腳射爆呢個近柱啊，上角入網啊！呢個波咧相當之具功架。其實咧亦都喺呢一個入波裏邊都可以見到啊！車路士的確喺近年係有簽好多嘅年青嘅球員翻嚟，但係年青嘅球員咧，往往喺車路士咧，通常咧頭1-2季都要借出去咧，先至可以磨練下翻嚟一隊再挑戰其他嘅原有嘅成員嘅。但艾斯達華係一個例外喎，佢咧就係自從喺呢個6月嘅時間咧，由巴甲過到嚟車路士之後啊，第一季就已經企穩陣腳。而且有唔少出場機會，更加咧係有好多都係正選，所以呢一個入球啊，阿斯達華證明咗除咗自己嘅實力同埋質素兼備之外咧，另外都睇得出啊，車路士嘅年青球員咧，好似已經開始收成啦噃。嗱，除咗咧就係講艾斯達華奧之外咧，另外咧就係有佢哋嘅隊長安素弗蘭迪斯咧，亦都講咗另外一個球員咧喺對住巴塞呢場波可以話係咧打得相當之好嘅。佢就係古古利娜啦，因為點解咧？頭先講緊車路士對巴塞呢場波啊，阿斯達華奧呢個靚波，除咗為自己爭取一個入球，幫藍戰士攞到3分之外啊，更重要嘅係喺呢一場嘅超新星大戰裏邊啊，哇，都算係擊敗咗耶馬喎。因為耶馬喺呢場波裏邊咧，的確咧曾經有2次嘅射門，不過都無功而還，最終咧係冇波入，更加球隊咧係輸0-3啊。超新星大戰啊！阿斯達華能夠贏到耶馬，除咗係阿斯達華自己嘅實力之外啊，古古利娜嘅呢個釘防都好重要啊！將呢個耶馬 mark 得貼貼服服啊，啱啱好對位啊嘛，左閘對住咧就係耶馬嘅右翼嘅位置啊，所以咧係安素弗蘭迪斯咧都大讚啦。呢個古古利娜話佢咧係表現到好似一隻野獸咁勇猛啊，更加係預演。如果古古利娜有咁好嘅士氣同埋實力個狀態咁好，連耶馬都 mark 到，嚟緊喺星期日嘅晚上榜首大戰主場對住阿仙奴嘅時間啦，對方咧都有一個係黃牌嘅右翼保卡約沙卡薩卡仔喎，
咁啊，所以咧古古利娜亦都被安素費蘭迪斯寄予厚望啊！咁啊，似乎咧星期日都要靠你看管住薩卡仔啦。嗱，不過咧就雖然隊長安素費蘭迪斯咧就盛讚古古利娜嘅表現，但係其實安素費蘭迪斯自己嘅表現都相當之唔錯㗎喎。因為咧佢最近2場咧都有1個入球同埋1個助攻。咁啊，除咗係能夠量化貢獻之外咧，有啲咧係無形嘅，例如咧係一啲無球嘅走動，包括咧喺啱啱嘅星期6啊，就2-0贏般尼嘅賽事裏邊咧，咁啊曾經喺第1個入球咧，當時啊就係左邊嘅基頓斯出個波去遠處啊，安素費蘭迪斯咧係衝入禁區拉開般尼咧，就係一啲守衞嘅注意力，令到遠處嘅帕杜尼圖可以無人看管頭槌頂入。咁啊，所以咧安素嘅貢獻其實佢自己都係不能量化嘅。不過講翻車路士啊，嗱，車路士咧就週中贏咗巴塞，那邊廂阿仙奴週中亦都係擊敗咗拜仁慕尼黑，兩隊波都係英超嘅 Top 2球隊，亦都係啱啱嘅歐聯啦，係擊敗咗佢哋嘅係呢個歐聯嘅豪門嘅，咁所以令到兩支球隊好似好難分高下咁。但係細看之下咧，其實車路士啊，佢哋咧表現係嚟到季中之後咧，越嚟越穩定同埋越嚟越進步嘅。對上嘅6場波，佢哋總共有5勝1和嘅不敗走勢啊。咁啊，不過喺頭3場波裏邊咧，車路士咧就對住一啲比較弱嘅球隊，例如好似對住狼隊啦，或者對住卡拉巴克咧，分別咧都有失球嘅噃。贏狼隊啊贏4-3，對卡拉巴克咧更加係只係打和2-2啫。咁啊，係呢6場裏邊唯一一場贏唔到嘅賽事嚟嘅。咁啊，不過咧去到後邊嗰3場嘅表現咧就紮實好多啦。3場咧都能夠零封對手，兼且全勝嘅，包括我頭先提過對般尼啦，同埋咧就係擊敗巴塞隆呢場波嘅。咁啊，所以見到車路士嘅表現，似乎如果按住呢6場不敗嘅走勢，似乎越升越高，越嚟越好啊！咁啊，所以咧，相信啊車路士咧喺嚟緊對住阿仙奴嘅賽事咧，除咗本身嘅球員佢哋比較年輕得嚟，但係潛質開始展現之外啊，士氣似乎都相當之唔錯喎。嚟緊咧，希望啊車路士能夠可以為我哋提供一場真正嘅英超嘅榜首大戰，對住阿仙奴，希望可以打得燦爛，真真正正顯示到係榜首大戰應該要有嘅係互相駁火嘅火花啦。OK。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講住2單新聞先啦。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最後呼籲大家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猜波台。咁啊，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